我叫陈家奎，这次在这部戏里面演的是吉将吉中，他是一个很特别的警官，是个侦察队的队长。这个角色他很脱离一般大家对警察的想法，那他又不是太故意搞笑，因为他有自己的坚持。比如在戏里面，他就是很崇拜一个偶像，然后他会在他的身边处处都充满这个偶像，然后变成他生活的一部分。所以因为这样子跟他认真办案，就会有一些冲突，然后就有一些很荒谬的喜剧发生。龙木他在戏里面设计他手上有个很大的伤疤嘛，那其实需要一些特殊化妆。那因为我们在很热的天气拍，那演员一定会流汗，所以他的疤其实很容易就是飘起来。然后那一场我就是其实蛮惊险，就是我们车子要刚好量到，我堵住他，但也没有撞到。打啥？这里其实跟导演有点讨论，就是导演不希望失去吉中比较幽默好笑的一部分，但是我又想呈现他还是一个警官，一个队长，所以他办案还是有他的一个潇洒度在，所以我们最后融合，就是说好，那我就是飞扑之后，那当然也是为了要把他那个飘起来的疤挡住，所以飞扑之后呢，我就是紧紧的从后面这样熊抱住他，然后我要牵制他，我不知道拿什么，我就只好灵机一动，拿鞋子起来敲他的头。我就觉得我很认真在办案，但是为什么看起来就是哪里怪怪的，蛮好笑的。大概吉中就是这样的人物吧。我一定要推荐大家一起来看，明天一起去乐园，因为这个戏可以说是现代版、台湾版的福尔摩斯，而我就是客家版的福尔摩斯。写福，I love you， 一起来看哦。